澳門今年1月博彩毛收入錄得226.33億元，按年上升24%，按月亦都升咗8.4%，表現勝於市場預期。各大博企積極舉辦一系列嘅活動，令到上個月訪澳旅客人數亦都節節上升，帶動部分中場殺數表現亮麗。根據柯煙從業界渠道所得，但未經官方審計確認嘅數據顯示，金沙中國旗下嘅澳門倫敦人以16.2億元奪得澳門中場殺數榜嘅季軍席位，係自舊年9月以嚟再次殺入三甲之內。倫敦人綜藝館單係1月份已經舉行咗6次嘅演唱會，為度假村帶嚟咗超強嘅人氣。雖然有原定喺1月17同18號舉行嘅演唱會宣告取消，但係似乎都無阻倫敦人中場嘅氣勢，成功躋身三甲。而同屬金沙旗下嘅大場威尼斯人仍然表現乏力，已經連續2個月三甲不入。月中雖然連續2個週末舉行林峰同周傳雄嘅演唱會，但係始終未能扭轉劣勢。至於排名第2繼續係美斯美高梅，1月份美斯中場殺數錄得大約18億元，按月增長13.2%，殺數表現同舊年11黃金週睇齊。難怪集團 CEO 馮小峰喺2月初嘅時候發布舊年業績之後表示，即使未到假期，亦都冇淡季，生意仍然非常暢旺。果然手頭上擁有一群高質素嘅高端客戶，係公司表現穩健向上嘅關鍵。而穩坐第一嘅依然係銀河嘅中場，殺數錄得30.3億元，按月雖然跌咗2.3%，但係據券商花旗1月中嘅市場調查指，銀娛已經重奪高端中場嘅領先地位，市場份額大約25%。銀娛喺1月份相當積極，每個週末銀河綜藝館都舉行大型演出，包括1月2號由江蘇衛視同愛奇藝舉辦嘅音樂園計劃2，1月9至11號嘅 Super Junior 演唱會，1月17號嘅黃學弟演唱會，以及1月24號嘅陳小春演唱會，仲有眾多嘅中小型演出，可以話係全澳搞 show 之冠。市場份額方面，銀河中場佔澳門總賭收大約13.4%，排第2嘅美斯美高梅中場市佔大約8%，排第3嘅倫敦人則佔約7.2%。上述嘅數據最終均以博企官方公佈為準。